以赛亚书第1章第1节、第10节到20节。第1节，下面是阿摩斯的囝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。这是乌西雅、约坦、阿哈斯、希西家做犹大王的时，伊所得到有关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信息。第10节，恁遮的索多玛的官长啊，着听上主的话；恁遮的蛾摩拉的人民啊，着注意听咱的上帝的教示。上主讲：恁献遐济祭物互我，有甚物路用？我无稀罕绵羊港的烧化祭，肥卒卒的精鲜的油，我真厌。我嘛无介意牛港、羊羔甲山羊港的血。恁来挑拣我，是啥人叫恁带遮的精鲜来吞踏我圣殿的埕？毋通阁摕无路用的祭物来，芳的味我真厌恶。初一、安息日、吊日的聚会，我忍袂牢。我袂当容忍恁犯罪，阁守严肃会。恁初一甲定期的做庆，我非常讨厌。这个拢变做我的重担，我真烦，无爱阁担。恁手举悬悬祈祷的时，我会黄目睭毋看恁。恁祈祷偌济遍，我嘛毋听，因为恁双手拢抹着杀人的血。恁着洗互清气，着除去一切邪恶的行为，互我无阁看着恁伫做歹。着学习行好，着追求正义，解救受欺压的，着为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护。上主讲：来，咱来辩论。虽然恁的罪亲像朱红，也会变做亲像雪遐白；虽然亲像乌豆红，也会变做亲像油门遐白。恁若愿意听叹，恁会当食土地出产上好的米。毋过恁若毋顺叹，反叛，恁会受刀剑吞灭。上主亲嘴安尼宣布。